欢迎来到星光说故事，小朋友、大朋友，请坐到一个舒服的地方，或闭上眼睛，我们要开始说故事咯。今天要说的故事是我会保护自己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，阿宝正在家里准备出门。他穿上最喜欢的红色 T 恤，搭配蓝色短裤和一件超人披风，整个看起来像个超级小英雄。阿宝是一个活泼又爱笑的小男孩，总是充满活力，像是无时无刻都充满电一样。他最爱的事情就是在学校和朋友们一起玩，还有吃他最喜欢的珍珠鲜奶和鸡蛋糕。每次喝完珍珠鲜奶，阿宝都觉得自己变成了超人，能够飞上天，跑得比谁都快。但今天，妈妈的话却让他有点不舒服。阿宝，出门玩要小心哦，记得要保护自己哦。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来，阿宝心里嘀咕：保护自己，听起来好像很没意思，怎么可能会有坏人来抓我呢？我又不是电影里的超人。不过，妈妈说的话总是不能不听。他有些不耐烦，但还是点点头，出门去了。阿宝和他的好朋友小杰、小轩今天决定去公园玩。他们先玩了捉迷藏，然后玩溜滑梯，最后还比赛谁能荡得最高。阿宝当然赢了。正当他们玩得开心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树丛后面传来一个奇怪的声音：咦，是一只卡在树枝中的小猫咪。阿宝眼睛一亮，心想：哇，这只小猫咪好可怜哦，我得帮它。他准备上前救它，却突然听到背后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：小朋友，你在做什么呢？阿宝回头一看，是一个戴着大墨镜的叔叔。叔叔的笑容有点怪怪的，阿宝心里开始警觉起来。妈妈以前说过，陌生人有时候很危险。我在帮这只小猫咪，叔叔，你也来帮忙吧。阿宝礼貌地回应。哇，小朋友真是好心，来，叔叔也来帮你一起救他。叔叔伸出手，准备把阿宝拉过去。阿宝感觉到一阵不安，突然想起妈妈常说的话：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走，哪怕他说他是朋友。于是阿宝立刻退后一步，坚定地说：不用了，谢谢，我自己可以处理。他说完，便快步跑向小杰和小轩身边。那位叔叔似乎有点不开心，但还是强颜欢笑，说：小朋友，不要害怕，我只是想帮忙啊。他掏出一包闪亮的糖果，递向阿宝。来，这包糖果给你，吃了会更开心哦。阿宝看着那五颜六色的糖果，心里有点动摇。他超爱吃糖果，嘴巴已经忍不住开始流口水。但是
阿宝马上想起妈妈说过的另一句话：不要接受陌生人的礼物。他摇摇头，拒绝道：不用了，我不吃糖果。那位叔叔的笑容突然消失了，他的眼神变得有些不友善，似乎很生气。阿宝的心跳加速，觉得有点不对劲，于是他转身就跑，边跑边大声喊：救命啊！有怪叔叔！幸好附近有大人听见阿宝的呼喊声，纷纷赶过来。那位叔叔见状，立刻转身逃跑。阿宝跑进了人多的地方，这才停了下来，喘着气，心里既害怕又高兴。我做对了，我没有跟那个叔叔走，也没有接受他的糖果。很快，阿宝的妈妈赶来了，她看到阿宝平安无事，立刻拥抱他，轻轻拍着背说：阿宝，你做得很棒，记住了保护自己的方法，妈妈真的是放心了。阿宝感受到妈妈的温暖，心里既安心又开心，觉得自己像个小英雄一样呢。阿宝的妈妈还告诉他：阿宝，记住，危险的时候要保持冷静，并且大声呼喊，这样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，保护自己。阿宝点点头，开心地说：妈妈，我现在知道了，保护自己真的超重要。从那天起，阿宝决定要成为安全小老师，教导所有的小朋友如何保护自己。他在学校和朋友们分享了自己的冒险故事，还告诉他们几个保护自己的小秘诀。不要跟陌生人讲话，如果陌生人接近你，记得要保持距离，赶快走开。不要跟他们说话，也不要接受他们的东西。再来是大声呼救，如果觉得有危险，要大声喊救命啊，或我不认识你，这样才能让周围的人注意到你的情况。接着是记住安全名单，告诉阿宝他的爸爸妈妈、老师和几位亲戚都是可以信任的人，其他陌生人就算说他们是朋友，也不可以随便跟他们走。还有很重要的是练习说不。如果有人让你做你不喜欢或不舒服的事，要勇敢地说不，告诉对方我不喜欢，我不舒服，请你马上停止，然后赶快离开。最后是安全密码，如果有陌生人说他是爸爸或妈妈派来的，记得要求他说出家庭密码，只有对的人能说出正确密码。阿宝和妈妈一起制定了一个家庭安全密码。妈妈告诉他，如果有陌生人来找他，说是来接他的，阿宝可以要求对方说出密码，只有正确回答密码的人，阿宝才会相信他。几个月后，阿宝在学校的安全教育课上分享了自己的故事，还穿上了超人披风，说自己是安全小超人。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，也学到了很多保护自己的方法。阿宝甚至设计了一个
安全大冒险游戏，让大家练习如何应对各种危险情境。大家玩得不亦乐乎，也更加懂得如何保护自己了。从那以后，阿宝变得更加自信和勇敢，无论在学校还是公园，他都时刻记得保护自己。每当遇到陌生人，他总是能够冷静应对，并且记住妈妈和老师教给他的安全规则。保护自己真的很重要哦。阿宝笑着说，他知道只有这样，他才能像超人一样，勇敢地面对世界，成为真正的小小英雄。希望你们也喜欢今天的故事哦。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喽，拜拜。